叫苏少安，我叫丽莎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好啊。对不起，我来了。没关系，你跟我都想时间了，我等了你10几分钟了。路上堵车，什么街道、学校，平时用20多分钟就能到，今天用了1个多小时才到。你先休息几分钟，我们一会再开始辅导吧。现在就开始吧。我的作业里有很多语法问题，我不懂，请给我讲讲。好，还有什么要求？我们还要聊一会天。要用汉语聊。当然。你看了吗？我们说话怎么样？那现在时间到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给我点赞。